乡亲后早，欢迎收看今仔日3月1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来关心俄罗斯总统普廷20日时伫克里姆林宫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两人以亲爱的朋友互相称呼。普廷是表示，俄罗斯愿意讨论中国建议的和平方案。若习近平是讲，中国甲俄罗斯的关系真密切。不过双方拢无去讲到普廷和国际刑事法院发布逮捕令的代志。若美国是批评讲，这个和平方案也无叫俄罗斯撤军，根本是公假。俄罗斯总统普廷伫克里姆林宫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伊当面祝贺习近平搁再一次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也讲中国这几年来的重大发展，互人有淡薄新鲜。Уважаемый господин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дорогой друг, добро пожаловать в Россию, в Москву. Мы внимательно ознакомились с вашим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ми по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ю острого кризиса на Украине. Знаем, что вы исходите из принципов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и соблюдения основополагающих положени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неделим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для всех сторон. Вы также в курсе, что мы всегда открыты для перегово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Обсудим, безусловно, все эти вопросы,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ваши инициативы. 习近平讲，这是伊连任国家主席了第一遍出访，也知影俄罗斯明年要进行总统选举，伫普丁领导下的俄国有正大的进步，相信俄罗斯的人民会继续给支持。尊敬的普京总统，我也称你为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是互为最大的邻国，也是战略协作伙伴国。这样一个定位决定了呢，我们彼此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中国外交部顶个月提出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被看作是中国版的乌克兰和平计划。12项立场包括支持赶紧恢复直接对话，最终达成全面停火，也过和美国甲乌克兰质疑。Calling for a ceasefire that does not include the removal of Russian forces from Ukrainian territory would effectively be supporting the ratification of Russian conquest. Instead of even condemning them, it would rather provide diplomatic cover for Russia to continue to commit those very crimes.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讲，即马呼吁停火，只是认可俄罗斯的占领，和普京有更加侪时间充实装备训练。美国将会负责任何对这边会面所提出的停火呼吁。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谢谢。继续关心，前总统马英九3月27到4月7日，伊要去中国祭祖，卖带学生去和中国交流。伊是74年来头一个去中国的中华民国卸任的总统。外界是关心伊敢会甲习近平也是中国的官员见面。马英九基金会是表示，无安排要去北京，毋过敢会甲中国官员见面，看中国迄边的安排。前总统马英九要伫3月27至4月7日去中国祭祖，会带青年学生甲对华学生交流。这是74年来头一个踏入中国的中华民国卸任总统。各界关心是毋是会甲习近平见面？马英九基金会表示，无安排去北京。我们没有规划到北京。那这一次大陆方面也是用马英九先生来尊称他，对岸会用这个尊重、礼遇跟安全的原则来接待。是毋是甲对华官员会面？肖旭银讲，看主人的方便。马英九一定3月27坐飞机去上海，28拜谒中山陵，31甲武汉大学学生囡仔座谈，4月7日去湘潭市湘潭关白石镇祭祖。对团的学生囡仔是安排去衡山，4月7日甲复旦大学学生囡仔座谈，4月7日再去登来台湾。我相信马总统一定会坚持中华民国的立场，也能够对于民众对国民党的期待做出回应。我们也希望说，马英九前总统这样的一个祭祖之旅，不要造成国际对于台湾在于这个两岸关系上面，在国际社会上面的信任上面出现一些疑虑。总统府表示，已经有收到马英九出国访问的申请，希望马英九这届会当展现民主价值甲文化交流对等尊严的立场。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肖旭银伊讲，马英九卸任了后，依法管制出国3年到2019年，毋过互蔡政府延长管制2年到2021年5月19，国家新冠疫情的影响，所以等到今年2化疫情缓和，才规划相关行程。但是各界嘛关心马英九去中国。随后可能无法度配称，国安局是讲当地拟定警卫计划，有完整的安全维护部署。中国各大办事回应欢迎马英九先生来访。记者综合报道。有英国6个议员来咱台湾访问，这是引起中国谴责。
那咱总统蔡英文嘛有才建这个访问团，感谢英国对咱台湾的支持。带团的台英国会小组的主席史笃华是俄罗咱台湾，讲台湾是世界上的民主灯塔。英国国会台英国会小组主席史笃华甲国会夏议院议员来台访问，总统串问28期，正是自去年11月了后，英国国会搁一摆来访问。中国驻英大使馆强烈批评英国议员无顾中方的反对来访问。蔡总统是感谢史笃华展现对台重视和支持。我要感谢英国从2021年起就多次透过 G7 等多边及双边的平台，重申维护台海的和平及稳定的重要性。That is more democratic than the United Kingdom. You are a beacon to how democracy can work in the world. 英国这几年挺台力量愈来愈大，最近新版的外交国防安全政策综合检讨报告也第一摆讲到台湾，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为对抗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美英俄各宣布打造澳洲核动力舰舰的合作计划，也引起澳洲是不是承诺在台海发生冲突的时阵，支持美国来换取华府卖舰舰的积极。The answer to that is of course not. Of course not. And nor was one sought. And I've listened to that conjecture from a number of commentators. It is just plain wrong. 澳洲国防部长马勒斯反驳这个讲法，强调若舰舰到手，澳洲就完全有舰舰的主权加控制权。学者分析，美国一个旧朋友要甲中国在南海军力扩张对抗，中国外交部是批评核舰舰合作计划是典型冷战想法，会破坏区域和平稳定。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其他消息，来看税金有涨，政府要分6000块的现金给民众，确定有5种方式会当领。若对明仔开始，身份证的尾数是0甲1的人会当大声伫网络顶头登记。若拍算要去邮局现领，也是去 ATM 领现金的，这部分是唔免登记，也毋过会较慢开放，上紧爱等到4月初10。民众期待政府的破坏现金6000块就要上路，财政部开记者会宣布，破坏现金网站甲客服专线1988正式上线。发的方式包含登记接受 ATM 邮局现领、直接接受甲特定偏向注册发放这5种方式。其中登记接受用身份证尾数分流，伫这个礼拜32日启动，由尾数0甲1开始先登记，过来是尾数2甲9。27开始，这部分尾数拢总用登记。伫3月28开始，用登记网站查询已经登记资讯是不是有错误。28号以后，你就可以上来查询你自己的账户是不是正确，我们会告诉你是否正确。如果错误的话，你就请你修改。到时间发现你没有入账，你也可以来看，我们也会告诉你账户是否正确或错误。财政部表示，因为破坏现金牵涉利益3多家总统工具，所以上先启动的是直接接受甲偏向注册先领。也就是讲，3月2日线顶登记启动了后，那总统工具有算生效日了后，无分假这5个工作日之内都会接受。去邮局领 ATM 领会较慢开放。邮局是D+21啦，然后 ATM 是D+这个14柜启动，有13家的金融机构已经这个纳进来，目前的台数接近2万6，覆盖率大概80%几。数位部也提醒民众，若使用 ATM 邮局领现金的民众，拢免上线顶登记。是采用登记的民众，系统也陆续提供服务，至少6个月，免抢在第一时间去登记。记者综合报道。若咱全国有3个偏乡，因为无邮局，是派出所来斗3工。屏东的西雅乡、花莲的万英乡、甲台东的金峰乡，这3个所在民众2、5进前会当去派出所登记，由警察局协助分这6000块。因为过去伫3倍更、5倍更拢是用这款方式，所以当地人拢已经真有经验。花莲县万英乡西林村的村民，透早就到派出所外口排队登记破发现金。民众提出户口名簿加身份证交予警员登记。派出所比较方便。早上村长也是用广播的方式去跟那个村民来宣导。伫台东的金峰乡透早也组织不少民众来登记，因为过去发放3倍券、5倍券，乡民也拢是到派出所登记领取。民众甲警员已经真惯习安尼的作业流程，也毋过甲过去的进行关比，领现金排队的人数少真侪。
也不是像以前领那5倍券的状况人员来的是姗来迟，因为可能是这个转账的方式啦，或是方式不同，所以呢有很多重管道。其实也有未少伫偏乡山区的村庄，因为乡内有邮局甲提款机，所报道由警方代发现金。像南环的二流村人口数虽然只有400多人，也毋过落山去邮局来回一刷，要2点多钟，较需要这款的服务。5倍券的时候，其实也有由各村办去帮忙去做发送。那其实如果说连这次的普发也都可以比照当初的5倍券来说，那其实对民众来说才是真正的便民。专门重险破发现金，这礼拜开始由偏乡先办理登记，也毋过警方也对呼吁民众，诈骗集团当利用这个时机诈骗，请民众毋通相信来路不明的电话，指导操作转销，以免防骗。记者综合报道。同齐关心天气，今仔日是24节气的春分。人讲春分日暝对分，这一日日时甲暗暝的时间是变长的。春分过后，日时就会开始变长。也若这礼拜虽讲会落雨，也毋过雨水量无济，所以乡亲用水同款爱准则。咱同齐来看温度。今仔日各地头拢是侪分到好天，温度嘛比昨昏也搁较悬。北部、东半部高温大约是28度至30度，若中南部高温会当到34度，若早暗的低温是19度至21度，早暗的温差有较大。这2日拢是干那东半部会落雨湿啊，若拜四、拜五水气会变较高，东北部、东部、北部才有低降雨，到时日时高温嘛会小可下降。若拜6礼拜东北季风增强，北台湾的天气就会转凉，春天的天气变化有较大，乡亲爱细致。来关心南台湾当地欠水，中部嘛因为久无落雨，水库的脱水量日头在下降，无水即嘛影响农作物，亲像高接来野因为欠水，来野就袂大粒，番薯、草莓拢因为欠水伤大袂大，佫出现病虫害。也毋过水利署是表示讲，中部的水情即马还佫算稳定，目前并无打算要调整中部的水情定河。莫大一粒一粒倒伫大窟窟的河床边，抽无水，敢会当抽着山。真久无落雨，水库出现警讯。苗栗县瓦近里溪潭水库的高接来山区，树仔拢大片片，树皮一个卡到喙去，来啊树养分无够，水果未大粒，农民叫苦连天。我是长不大的，因为水果比较大才卖的。才有卖相嘛，才有卖相。然后有粉质吃会造成第2年果树粉质会快速衰老，因为它本身果树的储存养分。欠水影响的也有番薯出现真大的必顺，中华大城番薯产量减少2成，卖相无好，价社位每台斤13降到10块。番薯农是讲今年气候极端，温度升烧后冷，才造成严重必果。气候极端产生裂果严重，造成今年的收益欠收2至3成。价格因为品相裂果严重多，就品相就卖得比较不好，所以价格也是持平而已，造成我们的收益变成是减少。根据水利署资料显示，中部地区主要的水库欠水率持续降低，里潭43%，德基58%，日月潭61%，乌山甘那村38%。毋过水利署评估水源调度甲中央气象局降雨预测，这个客观的数据讲，目前中部水情也算稳定，并无调整水情定河的暗算。考虑我们区域水资源调度，那更重要的是中央气象局它对未来的降雨评估。所以水情灯号是否转变，都必须仔细的评估，透过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讨论。水库水也有够，暗过天公伯啊一直唔落雨，苗栗也有草莓因为伤大出现病虫害，农民规期放弃采收，农民靠天食饭，气候加水资源不足的考验，互大家拢歹过日。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风声卖卵的业者，不满农委会在施压介绍讲袂使起价，卵商即马是对外呛声讲因无排除要休市，也毋过农委会主委台经中是表示休市是假议题，嘛呼吁讲毋通放风声，造成民众的惊吓。便当内底有各产的肉类、青菜，农委会主委陈吉中20来到必货工厂卖便当，讲买互受到物价影响的消费者，马通用60块买到营养。从4月开始，不会是只有一个礼拜1万7千多盒，我们要用10万盒以上的目标。
便当要提供予大都会受物价影响的青年拢通买，只是两家最近冒争议，有两商讲因为农委会施压，致使这礼拜两家拢无法度起价，呛声讲无排除要登记休市，但集中嘛无连软，表示休市是假期的，因为鸡卵无亲像肉品市场，大家拢有交易。不断的在重演这样的剧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我已经特别强调过。透过蛋价的议题的炒作，不止没办法解决问题，反而是更造成恐慌。农委会话讲甲真重，不过业者嘛表示，市场已经在软化，对正常交易的人无公平，继续小可调整较合理。这几天嘛会拜访农委会。问题拢公开，当有啥问题，大家咧坐来讲袂要紧，啊，莫讲啊，都讲的甲做无共款啊。但集中强调，两家本地就有议价机制，尊重农商甲鸡农，已经要求所有人员莫接相关的电话，产销资讯会统一对外说明。伊嘛进一步表示，第3月底会有超过700万粒的专案进口的鸡卵来台湾，4月会更较侪，加上即马两家的数量有提升，相信鸡卵的产销会渐渐恢复正常。记者电视台台北采访报道。该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台南有一个26岁查甫人骑电动厨房车，互警方抓落来，闻到酒味了后，酒测是0.41。警方讲，电动厨房车嘛算是一款慢车，啉酒厨房算违法，所以爱罚。所以依照违反公共危险罪，甲送法办。因为台南即马是也未核准电动厨房车会当伫大路走，所以这个查甫人会搁互另外开一张罚单，上悬罚3600。来看联合报，6当前国防大学其实爱做学生，这个学生阿立为着要维护就学权，透过爱做权益促进会向卫福部提出诉愿，尾啊国防部有公开回释的。若告诉主角阿立无去读国防大学，伊是改读伫南部一间医疗机关去做社工。不过顶日伊出去关心个案的半路中出车祸不幸过往，才甲33岁。来关心中国时报，经济部统计处公布2月份外销订单金额是美金421亿，年减18.3%，连续6个月负成长，加上前2个月是年减。安尼算是年减18.8%，是创下同期第2大减幅。经济部已经对外宣布，4月份开始要起电费钱，家庭的民生用电701度以上的是起3%，若用1001度以上的是起10%。总共是伫外口最厝用共一粒电表，有可能就会超过标准爱起价。台电即马是表示，总共是套房价经用共一粒电表，安尼厝头家会当免费去申请到智慧电表，接受台电做省电甲节能的辅导，安尼就袂起到电费钱。可能会是多一笔生活开销吧，不过还是要看房东他会怎么样去调整我们每一个月的用电的度数跟计费。冷气要开还是得开嘛，不然会热死啊。对啊，但是就是电费这种东西，还是就是能省则省嘛。面临电费起，租厝的人话食袂消。以一间厝计成5间分租套房为例，若用一个总电表，一间用电逐个月300度算一个，等于5间房一个月就会用1500度的电。看卖即摆电费起的方案，只要是用电超过1000度以上，就会起10%，等于是租厝的人的电价会费一度6.99起到7.699，一度电冲破7块，引起租厝的人惊吓。对厝台电表示，若讲分租套房，真侪好用一个电表。只要申请免费增设智慧电表，佮接受台电节能辅导，就算逐个月用电超过700是1000度，会当唔免去。台电公司是希望就是说借由这个鼓励这个方式，然后一方面也能够节约用电，一方面也能够照顾我们这些租屋主减轻他们的负担。对于原本就是正常在使用的用电或者电表，它会不会因为改成智能电表，或是跟台电申请等等？这个部分我认为没有急迫性，所以房东的意愿可能不会相当高。台电表示，唔茫透过这款的方案达到节能省电的效果，只是有偌济厝头家愿意设智慧电表，佮同时替换传统了电的冷气设备，也有太偏高。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新闻来关心，土耳其甲叙利亚2月初6日时是发生大地震，各大已经告外过。这场地震造成两国超过5万人死亡。欧盟甲真侪国家抑个国际组织，即马是答应讲会捐70亿欧元，差不多算的是新台币2290亿，要协助当地重建设医疗体系，做人道救援。花絮倒来建筑物，进前不是一个完整的家园。2月初6到即马，土耳其叙利亚边境发生的强烈地震，已经造成56000多人死亡。外来灾民面对着未来漫漫之路，唔知如何是好。欧盟伫当地时间这个月20日调集真侪国家甲组织，为做定捐70亿欧元帮助重建。I am proud to announce that we will see substantial new support. The total pledges today amount to 7 billion euros. 7 billion euros. 伫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捐助者会议，除了有欧盟的成员国家，也有包括真侪国家、区域组织、甲非政府组织，也佫无邀请叙利亚甲俄罗斯民国。伫咧会议中，承诺未决定捐70亿欧元，差不多是代表2290亿。欧盟执委会主席讲，这是展现国际团结正美好的一天。And I'm so glad to see today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trongly supports the reconstruction efforts in Turkey and Syria. Together, we have exceeded expectations, and this is outstanding. And again, many, many thanks from my side.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用视讯发表谈话，讲除了强烈地震，顶礼拜各路暴雨做大水，这个地面天气和重建的路挑战更加大。伊估计重建的成本大约要1040亿美金。虽然这边会议的捐款无到总额的1/10，也毋过意外会当帮助土耳其甲叙利亚强烈地震的伤害。记者综合报道。那厄瓜多拜6的时嘛发生规模6.8大地震，目前死亡人数已经知影有16个人。这个地震毋但造成厝倒去、人受伤，一座码头岸边的瀑布馆，一间瀑布馆嘛因为安尼海甲倒落去海里。即摆救援人员是赶紧去抢救瀑布馆内底文物。另外，伫孟加拉是发生一桩车祸，一台巴士伫高速公路失去控制，摔落高速公路卡，造成19个人死亡。浸伫海的瀑布馆，敢若剩顶半截厝顶看会到。厄瓜多南部太平洋外海拜六发生规模6.8的强烈地震，全国超过一半的省份甲附近秘鲁北部拢感受到忧害。除了民家、病院、学校倒去受损，伫厄瓜多波利旺港码头超过60年的海洋瀑布馆嘛倒去，救援人员爬船啊，想要去抢救已经浸水的5000件文物。Dios mío. No importa. Tranquilo, ya pasó. 随后公开画面显示，强烈地震来的时阵，厄瓜多当地现场直播的电视新闻节目镜头开始海，一个男主持人看这个情形唔对，随起身走；另外一个女士嘛惊甲大声喊紧闪。节目因为安尼被中断。这届汹涌来的天灾至少夺走16条人命。南美洲出席的高中方志哥礼拜特别为罹难者祈福。镜头换看孟加拉，一台前半站已经弄甲密密麻麻的公车，警方证实，迄个时阵车顶载43个乘客。礼拜早起8点，这台车经过中部这条公路的时阵，汹涌冲出路边的护栏，为9公尺插入3层楼悬的所在落来，落伫下骹的沟仔内，造成19个人死亡、25人受伤的悲剧。এই ঘটনার যে মৌলিক কারণ এটা আসলে আমরা এখনো সুনিশ্চিত নয়, তবে প্রাথমিকভাবে আমরা ধারণা করতেছি যে আপনার যান্ত্রিক ত্রুটি হতে পারে, এটা চাকা বাস্ট হওয়ার কথা আমরা শুনতে পেরেছি। 孟加拉因为道路甲车辆老旧欠缺维修，常常发生交通事故。去年因为车祸死亡的人数有9951人，创下历史纪录。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世界棒球经典赛，古巴输予美国。古巴比赛比赛了后，要坐无人机转去，不过算的煞减一个。根据古巴媒体报道，是一个26岁的捕手，伊并无对因的球队坐无人机转去古巴，嘛争做这一届经典赛头一个办道的古巴球员。First, the national anthem of Cuba.
红色西拿古巴伫咧2023世界棒球经典赛惨输予美国，无法度拍冠军战。伫赛后球队坐飞机回国，古巴的记者所发现，减一个球员。根据美国有名的体育媒体报道，古巴队26岁后备保守布里耶多并无到机场坐飞机，是这届经典赛第一位叛逃的古巴球员。因为古巴保守人真多，顶来已经有3位，所以布里耶多并无排伫正选名单，拢伫咧练习区内面待命，也有可能领袂到经典赛奖金。古巴队来美国迈阿密拍4强赛，和布里耶多有机会逃走。也对古巴总教练的话真口舌。Yo pienso que sí, que esto no debía pararse. Pienso que eso fue muy bonito, la experiencia, una experiencia muy bonita con los atletas estos de la MLB y que hiciéramos que se insertaran los otros jugadores, como le decíamos anteriormente, pero bueno, que también pudieran tener. 美国甲古巴伫咧2018年捌签一项协议，准古巴球员甲大联盟的球队签约，来换一条钱付予古巴的棒协。不过美国川普政府伫2019年认定这项协议无合法，也予古巴的选手只好继续用叛逃的方法到美国。尤其是最近这几年，疫情和经济变歹，和创纪录连续的古巴运动员逃走。敢若是去年伫咧墨西哥举行的U23世界杯，就有11位古巴球员伫比赛期间逃走。公司新闻张伟林、黄继昌编辑。来关心南韩和美国即马正在进行联合军演，时间有11天遮尔久。南韩是派出 F-35A 战机，美国是 F-16战机甲 B-1B 轰炸机加入演习。这摆的军演是两国军演时间上久的一届。若北韩为着要反制这场演习，是伫18到19这两天，这2日伊嘛有进行以南韩为目标的军演，是核战术的演习。领导人金正恩佮带20某囝金珠爱同齐出现。各种战机列队乘坐倒 V 的2型整齐飞过空隙。南韩甲美国为13开始展开11天的自由之盾23的联合军演。这个演习的空中部军南韩出动 F-35A 战机，美国是用 F-16战机加 B-1B 轰炸机参加。地面部军是送来一只合作代表上大组织步枪的 M777 榴弹炮来投入演习。M247A1 howitzer is a 155 projectile shooting cannons. It has a capability of shooting 15 kilometers at a time, probably a longer range than 119ers infantry cannons. It takes about 6 to 7 crew members to shoot it. Usually a good crew member could shoot it in a successful mission within a minute. 这届军演是两国联合军演历史上时间上过一届。面对这届演习，北韩唔但一直试射飞弹反制，搁伫咧18、19举行核战术演习。19迄一天发射的地点带导飞弹，伫咧拍到目标进前飞差不多800公里，嘛是北韩今年第7届试射飞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就搁带着最近常常出现的查某囝金珠爱来观摩演习的专程。韩联社报道，北韩表示，只有攻击敌人的实际能力，保持随时会当精简、精准的实施核打击的战备状态，才会当完成协助阻止战争的战略使命。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20日指出，金正恩表示讲，国家随时准备做核攻击来阻止战争，而且这次美国甲南韩认为敌人对北韩的侵略行动是愈来愈明显，真有需要北韩加倍加强核战争的威胁力。公司新闻台是唐平益。美国前总统川普顶礼拜六，伊伫网络顶头写文章，讲伊家己伫拜二的时阵互抓起来，伊是呼吁支持者爱同齐徛出来抗议，甲国家搁抢回来。推特执行长马斯克是讲，总共川普真正互扣起来互抓起，安尼伊伫2024年总统大选一定会大赢对手。搁挑战2024次大选的美国前总统川普，搁射入司法风暴。伊18突然伫家己创办的真相社群发文讲，家己利益会互逮捕，呼吁支持者抗议，搁夺回咱的国家。川普无明讲涉及倒一个案件，也过外界认为应该是甲正式女星保皇女丹尼尔斯的封口费有关系。川普2018年向媒体揭露，2016年竞选期间，伊的私人律师科恩捌摕13万美金哇400万台票的封口费，爱丹尼尔斯唔通提起伊甲川普10年前有过婚外情，违反竞选财务规定。Did you know about the $130,000 payment to Stormy Daniels? Then why did Michael Cohen make it if there was no truth or allegation? You have to ask Michael Cohen.
川普起初一直否认后来承认付款，也毋过强调并无违法，也毋过检方一直无放弃调查。到伫川普讲家己会方逮捕了后，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随批评检方滥用权力。就连已经甲川普行过人路的前副总统潘斯，也认为起诉带有政治目的。It just feels like a politically charged prosecution here. 特斯拉甲推特执行长马克思搁较发文回应，若讲川普真正互上铐带走，会互伊伫立法理事赢得全面的胜利。也毋过前众议院议长民主党籍的佩洛西表示，无人会当伫法律之上，搁批评川普煽动支持者。也有法律专家分析，检方应该会避免互川普伫媒体镜头前失节模样。Former President Trump is not going to be dragged in front of a scrum of reporters.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 perp walk. He won't be put in handcuffs or shackles. 也毋过检调也是会照定序，互川普翕档案相片，传唤伊出庭。川普进前已经表明，无论安怎拢会参选到底。专家指出，照美国法律调查未影响川普的候选人资格，伊确实会当继续竞选，也可能利用案件提供家己的政治声势。公司新闻请关联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将换伫2030年进前，日本会投资印太地区美金750亿，卖提供更较侪官方的援助甲关照，显示日本想要深化甲南亚、东南亚这个国家关系，对抗愈来愈野心的中国。来关心法国的总理动用宪法，强制通过退休的改革方案，甲法国退休的年纪延后到64岁，这是引起侪法国人不满。反对党依法提出无信任投票，敢若差9票险险就过关。虽讲无信任投票无过关，也毋过赢甲遮歹看，法国政府即马正当性嘛受质疑。反对派讲，因会继续拼。继续来关心，即马全世界倒一个国家上快乐？2023年的快乐报告，芬兰是连续6档排全世界第1，是全世界上界快乐的国家。咱台湾排伫全世界第27名，若伫亚洲是排第4名。中国伫全世界排64，香港排82。全世界上无快乐的国家是阿富汗。对2020年甲当，阿富汗拢是上尾名吊车尾。来关心国内消息，民进党对昨开始进行党内立委初选的登记。虽讲党主席赖清德进前就话讲有新条款，无建议现任的议员走去选立委，也毋过也是有不少议员想要出来选立委。我信赖，但是不信邪，所以我来了。一句我来啊！台北市议员王世坚20正式登记投入民进党台北市树林大东区立委初选。王世坚2008年嘛参选立委失败，强调家己为倒位跋倒就为倒位爬起来。大东区真侪里长甲议员拢来收听。王世坚加油！为啥无去选中山选区？王世坚表示，进前为5个人初选，为人保名进回救，选择挑战现任立委何志伟，而且无接受党内协调审议议决，甚至违反党主席赖清德发出的诚信条款，已经回参选其实更较完备党的定数证据，恳请选民原谅。大局条款只是建议，并不是强制。我恳请选民们准许我转换跑道。那我想，诚信是做人最基本的标准。那至于个人的生涯规划，我们都尊重。何志伟记者表示尊重，对王世坚是不是有绕跑记录，是高候选民智慧做出选择。新北市因为立委依天判处不必应选认真，新北市议员彭雅云也无要投入3.5立委的初选。我的诚信就是不会为了位子去转移选区迁户口，这个是我对在地的负责任的态度。基隆市议员丁志豪也第20名表想要参选，基隆市立委蔡庆英就宣布无要连任，表示台北大学审定委员会受理伊博士论文学位申诉，决议保留伊的博士学位，伊会专业完成博士论文保证，甲投入2024复选。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这几档虚拟货币交易是真热，相对来讲风险嘛较大。金管会主委黄天木即马是正式讲，行政院上紧3月底就会对外宣布，虚拟货币由金管会来负责管理，会成做虚拟资产的监理主管机关。
去年底，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FTX 宣告破产，全球投资人投资去了。根据了解，台湾有差不多50万的受害者，为避免同款的风暴在国内发生，基金货币在台湾确定会有业务主管机关行政上近3月底宣布金管会组织。金管会目前被行政院指示要承担的是其中的有关也许支付跟交易性质的，但是还有其他性质的东西，我想行政院还有相关的这个部会还在继续研究它的性质。黄天宝表示，虚拟货币未来监管方向包含客户资产甲平台资产的分离，商品上下嘅审查、投资人保护，拢会伫未来监管范围内。所以会先甲业者讨论自律规范，未来是毋是立专法甲专法涵盖范围，要等运作一段时间了后，会再个讨论。我们已经不是新创的所有货币业者了，对，那中间的话，其实有经历过很多阶段，像譬如说客户的实名制，还有那个他们的风险控制，还有所谓的那个放弃前的部分的专法，我们该怎么去落实它？对于监管的部分的话，我们是乐观其成。台湾我相信交易其实相对是单纯，台湾交易所有货币几乎都是以现货为主，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做任何的结构性商品，像杠杆交易啊什么的。国内业者表示，因为数位货币本身有波动对产生侥幸，现货本身的波动已经无法度满足国内投资者，都一定会去国外交易所来做交易。譬如何地监管国内虚拟货币，同时也对境外交易所的风险做好有协助管制，也是政府未来应该思考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伫农地违法起工厂，爱提出违章的改善计划，伫昨昏停止收件，到昨下晡，共有1040间工厂无交改善报告，其中台中、高雄就有100间工厂，若彰化有295间无送件上改济。公民团体即马是爱政府爱讲会到做会到，总讲真正无交改善计划工厂，就要甲因断水断电。农地违章工厂改善计划这个月24收件的截止期限，公民团体呼吁政府爱确实督导，针对无缴交改善计划工厂做处分，才当落实改善政策。政策一定要去执行它的断水断电与查处，它才会让这个政策符合公平，也才会让这2.8万家，也就是大多数的工厂，才会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游戏规则。根据经济部中部办公室到8月下晡1点前统计，全台湾拢总有1040间工厂无提交改善计划，台中市、高雄市拢有超过100多间工厂无提交改善计划，彰化县无提交的件数是全台湾上侪，有295间，其他亲像新北市甲嘉义县有超过80间业者无提送改善计划。最终会落在1000家室以下了。名单的话，后续大概会有一个优先顺序的安排，105、520之后新增的为主，再来就是中高污染的行业，这样子有一个优先顺序了。经济部讲，取得合法工厂登记，工厂才当永续经营，嘛才会当避免违章工厂有消防也是污水问题出现。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捷运也是火车一寡车头车站，因为边仔是有几大片的农地，无就是有树啊。历史一寡高价月台拢有鸟仔会飞过来，而且鸟仔佫会放鸟仔屎。高雄的捷运公司为着要赶这鸟仔，即马是用声音甲光线的方式甲鸟仔赶走，要来确保环境的卫生。捡拾到物件挖进这支赶鸟仔会哪是哪发出高频噪音，是一位有农地树丛的高阶清播站，铁基路甲月台常常有鸟仔在飞，甚至走秀。清洁人员不时都爱清理涂骹甲以外的鸟仔屎，为了维护环境，确保行车安全，特别设这支来赶鸟仔。取鸟杆的方案，这个方式也获得一个不错的成效。那还是重申在以保护鸟类及维护车站清洁品质的双重目标下，来做出这样一个最佳方式。很好，比较友善。常常有鸟仔在飞的清波甲桥头火车站，真的高架月台拢有设。不过虽然不时会发出声音，鸟仔也是真安稳伫月台顶悬。高雄野鸟协会是讲，野生动物适应力普遍袂歹，要用声光来赶鸟仔，恐惊敢若暂时有效。其实它会跟周边的环境有比较大的影响啊，所以我们还是会建议尽量用一些是以防止为主，而不是以这个直接去
打击的方式去来做这些防治的措施。其实有鸟仔困鸟的唔难高捷，去年底代替屏东潮州站，也因为困鸟仔伤济，鸟仔仔造成环境垃圾。有工作人员摕 BB 枪伫赶鸟，鸟会讲这唔是好的方式，因为每一个环境鸟仔会来有伊的原因，应该找相关专家评估，才当有效防护甲降低伤害。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布袋盐田湿地有300多公顷，这是岛礁过冬主要的所在。嘉义县政府和芬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最近有举办岛礁季的活动，邀请爱鸟的民众去遐看鸟仔，嘛要推杀观光。民众用千里镜来看岛礁，嘉义县政府甲芬嘉南国家风景管理处伫布袋盐田的湿地举办岛礁季活动，吸引真侪民众参加。黑面琵鹭来讲，有一部分都会到这边，变成这边可能会比旗鼓那边现在目前来的多。我们觉得在这方面来为这个我们社区，为我们以这个生态注重，然后继续呢把跟经济跟这个部分旅游把它结合起来。这个所在伫2001年无国排盐了后，300多公顷的范围，豆豆仔争做岛礁过冬的栖息地。高雄野鸟协会、荒野保护协会，佮有在地社区头摆甲公部门合作，希望用旅游的方式发展地方的经济，嘛推广生态教育。早期应该是说我们大概赏鸟点地首选是鳌骨啦。这两年布袋盐田应该是富裕的不错哈。布袋串联西南沿海湿地是台湾西岸重要的生态环境。今年乌面老尾来这记录是1429只。芬嘉南风管处表示，配合 NGO 组织甲县府水利单位的合作，会当让这个所在将做有生态教育、佮有观光发展的新所在。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日本有一款白草莓，即马伫咱台湾嘛有咧种。这是南投的新义乡，今年有2款品种的白草莓。农民是强调讲，这草莓拢是有机的，欢迎民众会当家己去买去试一下滋味。一处刻红色的草莓，另外一处顶悬是即马长兴的白草莓，看起来粉红啊粉红，敢若初恋时心内失水。南投今年开始推广草莓产业，请真侪民众来观光，甚至阁有人带团专工坐游览车到地，就是要亲身体验板草莓的趣味。颜色很特别，看起来就觉得很想去试。然后我运气好，有吃到白草莓，比红草莓还甜的。白色是我第一次见过。在这里我开了眼界了，那我尝了之后呢，我感觉到又香，对吧？有草莓香，而且它又大，而且也水嫩的。园区内白草莓有2个品种，一种叫做德芬，果肉较白，酸度较低，食起来有水味多香，佮有淡薄仔牛奶油的气味。另外一种叫做天使果实，较圆较大粒，有往来甲芒仔果的香气。农民强调，这白草莓拢无除农药。就是要让大家吃了安心健康。其实种的就是无毒，不农药，真的用有机的施肥施作，大家吃的安心，这个才是重点。那我们的价格当然也不会说走的那种很高端的，还有很亲民的路线。但我们也希望借着大家来，然后把信义有草莓这种讯息传播出去。除了农民家己的技术，信义乡公所嘛提供补助，辅导农民甲草莓量产。帮助南投发展草莓产业，园区现场开放游客会当来体验板草莓。若是住较远的民众，第3季时嘛会当直接向信义乡公所注文，就当食到上介绍时香果甜的草莓。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土库的万德病院是当地有上百栋历史的医生馆，即马是正做艺文基地。侪少年辈即马是去遮来学画图，即马嘛有少年辈透过画笔，甲当地老辈甲因的故事画落来，摕地方留落来记录。一幅一幅的画作，保存云林土库的人物、故事和光景，这拢是出名的画家王春敏所指导，由少年辈创作出来油画。他们都是在地，就各行各业比较具代表性的人物。借由这个教育方式，能让在地的人能知道这个文化的重要。我是土库在地的小孩，现在的祈祷就是年纪也大了，近年来就是很多祈祷都走了。那我们想要透过这些画、影像，把他们故事，把他们留下来，然后让大家可以来听一下土库的故事。
这是伫云林土库已经有上百档历史的万德病院，即马正做在地人文艺术中心。不时也会规划课程和展览，让侪少年辈来遮培养摄影、画图等等的艺文能力。在画的时候，你就去想象他们之前在土库的地方的那个情景，然后去感受他们的故事。土库这边的特色都保留在一个地方，来观光的人知道这边的历史之类的，我觉得蛮有价值的。透过老辈传承画图的基价，让少年辈将土库的每一段故事、每一个人物同齐流传落去，也让乡亲会当来遮怀念消失的情景。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市建国实验小学有规划下联学的主题课程，其中4年的学生囡仔是爱挑战80米悬的树仔。校长是表示，这课程是要鼓励学生囡仔去克服心中的惊吓，挑战家己。这个学生伫同学和老师鼓励之下，伊决定拼死爬去到上悬的所在，有10公尺悬。原本真惊爬悬，不过因为心内的声音爱伊坚持落去，总算完成这个目标，伊也感觉真欢喜。因为我想要达成自己的成就，所以我就是靠着自己上去了。这是屏东市建国实验国小规划下联学课程。校长表示，实验教育有4个主题，4年的学生要挑战的就是爬树仔。那我们实验教育有4个主题，4年级的部分就是他们的自我挑战攀树的课程。我一开始爬的时候我有点紧张，但在爬的时候很好玩，要勇敢去挑战才能成功。校长表示，规划这个课程是要鼓励囡仔自我挑战，若准挑战成功，毕业的时通摕到奖状，互因伫学生时代有一个特别纪念。记者综合报道。时代在改变，即马出门唔免揸现金，因为用路卡也上电子支付拢真方便。买物件就唔免个认钱嘛，唔免走蓝山呢。啊，毋过因为敢若看数字，有人感觉讲安尼开钱就唔会感觉痛，会愈开愈济。即马万项拢得起，美国就人开始改用现金，通好来掌握开销，加减啊欠钱。Hi, TikTok. Come cashed of $234 with me. So let's go ahead and get our cash out from the bank. 25岁朱迪亚两年前也伫读研究所的时阵，就开始使用现金消费，伊将钱分装伫透明的钱袋啊。So of course, the first one is always Judea. That's me. I'm putting in $40. I feel like I deserve it this week. It's something nice. Give me a treat. And then, of course, for groceries, I'm upping it to, I think I'm going to go with either, I think $50 is safe just because inflation. And I do live with roommates. We split on everything. 朱迪亚承认，伊原本也惯是愈信用卡，毋过拢是乌白开钱，加上通膨，所费是愈开愈多。伊开始烦恼学贷还袂了，伊看到抖音顶悬有人小介将现金装袋啊掌控有权的老方法，伊马上学起来。Started off with cash stuffing. I know how much I spend in gas, how much I need for groceries every month, how much my utilities usually are. 朱迪亚甚至会将一部分的钱刷出来，对家己较好一点啊，毋过无必要开的钱就省起来。Christmas is empty because I feel like it's too early to start saving up for Christmas. I don't have any kids. 另外一位31岁女性也用同款的方法省钱，每省1000块就欠一银行，结果就安尼还3.2万美金的学贷，也免费卡济苦恼。这两个人利用网络平台分享，拢有几十万的人来追随，是不是拢因达到同款的省钱效果？都要看个人的意志力咯。公司新闻张惠敏报道。科技的发展愈来愈进步，嘛，互咱人的生活愈来愈利便。即马来看，法国有一个人道组织，伊是甲车改做行动走卡，会当世界赛去带一寡带的简单所在移民，互因嘛有所在通煮食。另外，伫非洲的莱比瑞亚，即马嘛是利用科技，因是利用一架到10台电脑的行动学习车，去装卡所在，互偏乡的囡仔嘛有机会会当去摸电脑。这台车看起来就亲像一般伫卖食食的行动餐车，啊，毋过餐车顶头的人，甲物件煮好了后，毋是要卖互别人，是要早登去家己食。Habite à l'hôtel, il n'y a pas de cuisine. C'est pour ça, je suis là. 这是国际人道组织救世军伫法国城市马赛所发起的活动。
将餐车当作是行动的灶卡，逐工伫街头提供予需要的人使用。因为根据因的调查，法国有几啊万个为世界各国来的移民，住伫设备真简单的旅馆，根本就无法度家己煮食，佮加上经济条件无好，买袂起较贵的外食。时间久了后，就有可能会营养不良。但是即马有即个行动灶卡，即个移民妈妈拢足欢喜的，会当煮一寡真思念的家乡料理，互家己的囡仔食。Après, en mon pays, je cuisine pour mes enfants, pour ma station. Elle est bien. 镜头转到非洲的赖比瑞亚，一台停伫校门口的车，看起来敢若是伫接送囡仔上下课的校车。但是这个囡仔爬起伫车顶了后，煞毋是要转去，是坐落来开始上课。原来这是一台电脑学习行动车，车顶有10台电脑，互囡仔会当实际操作电脑，学各种甲电脑有关的知识。发起这个计划是赖比瑞亚科技专家 Cooper， 伊讲伊当初一直到读大学啊，佮连要安怎用电脑拍字都袂晓。因为伫赖比瑞亚庄下所在，根本就真罕的看到电脑。With this lab well equipped lady, we can move anywhere and conduct training and to children, to youth and women living in underserved community. 目前伫赖比瑞亚只有26%的人有伫使用网络。Cooper 希望有这台电脑学习行动车了后，互更较侪囡仔，至少伫高中毕业的时，拢会晓一寡基本的电脑常识。记者甘恩恩编译。镜头来希腊白雅典动物园2月底时有捡到一只白色的花镜，若捡到的是这只小只花镜状况是无啥好，怀疑讲是有人走私才去甲放杀。若这件代志嘛表出希腊走私野生动物的问题真严重。白花镜伫动物保育人员的身躯边，感觉真安心，有时靠伫手边，有时对镜头，目睭带大蕊，真古锥。2月1日，伊互人听伫希腊雅典的阿提卡动物园一个粪扫箱内底，清洁人员发现伊规身躯垃圾夹夹3比8，而且有脱水的现象。We had a number of cases of animal dumped, but in front of our door. But usually these are pets, abandoned pets. These are puppies or kittens, or tortoises, some reptiles, some wounded birds, but a tiger, never. 白虎被拼掉时阵，身体状况无好，连兽医拢感觉真着惊。经过真侪项检查了后，发现伊严重营养不良，骨质也真脆弱，可能长期无好好吃素致死，甚至发现伊的后腿有一支金属的钉啊。I've read many reports of victims of the illegal wildlife trade, but until you see it in front of you, you cannot grasp the severity of the health issues it's faced with. 动物园的监视器翕小白虎被发现的前一暗，有一台车驶进粪扫箱。动物园怀疑就是恶意放杀小白虎的嫌犯已经报请有关当局追踪。欧洲刑警组织指出，欧洲的野生动物交易产单有10亿欧元，大部分为亚非两大洲非法进口。动物园表示，因为好的大细饮食甲天生的野性，无法度当作宠物来饲，最后难得放杀或者是杀害命运。那这只好因幸运活落来，会交由国际野生动物或者是动物庇护团体来照顾。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是30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有37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是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有30度；外岛15度至27度。感谢乡亲收看，乡亲平安顺心，明仔载9点咱再会。